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台中的东海大学取消掉毕业典礼，已经筹备真久的毕业歌嘛正式来就线。这个歌名是《当大人》，放起伫网络顶才短无到2礼拜，就超过2万人点来看。学校讲，这个毕业歌的团队是去年成团的，以清新摇滚来结合着电子的曲风，营造出专属东海大学毕业生青春的回忆。运用意境到底手法表现出大学4年种种难忘的回忆。因为新冠疫情影响，台中东海大学毕业典礼被迫取消，伊含有筹备真久的毕业歌，放上网络，较无2礼拜就超过2万人看过。在这一支 MV 的创作理念上，我是希望带给观众一种青春活泼的感觉，因为我觉得东海的同学除了非常会读书之外，也非常的会玩。在发想《东大人》这首歌的时候，我的目标是希望听过的人会想要一听再听，而且想要跟着唱这首旋律。校方表示，这摆毕业的音乐片是由同学做伙完成的，总共50外同学参加，发挥各社团的专长甲特色，并且为这首歌注入更加侪活力。今年因为疫情，我们原本期待的毕业典礼可能没有办法如期进行，但透过毕业歌可以带给毕业生一个值得留念的东海回忆。学生表示讲，今年虽然无毕业典礼真无彩，不过伫这个时间会使听到东海专属的毕业歌。希望每一位毕业生拢会使勇敢迈向人生的后一个阶段。